就是现在最流行的400次咖啡一样。走在抖狗了呀，抖了哟。那个最后，好来，来，哎，你龙沙可以点摸条龙哎。哎，先放了吧。等下我听谁的？倒进去。我年纪那么长，80岁了没有？看不出来，有80岁哦。有80岁，80岁啊，看不出来。我还以为你是工作人员呢。阿铁有上。做呢張機吼，唔知啊，唔知啊，唔知啊，張機嘅機來吼，唔敢講哦，要有信心咯。加油！做呢張機麼？走的，走ได้了。哇！天哪！哇，抬價撲好漂亮！解鎖！你看厨師幫他火。哎呀，对，你們的廚師就是民主街的嗎？嘿，來走呢講，哎，小隊長，你确定不会害人吗？確定，我們做的真的非常嫩。你太早下9層塔了。唔會，十個月啲嘅佢你喊個表條條啊牙摸他今天很在意，来替100分多来赶快形象，既然变张伯谦长出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係張百強。今日當分析來到美麗的臭橋呀島邊。哦，臭橋哦，唐宮哦，這邊有一個是好像是炭的故鄉哎。對，這邊有太多的好吃好玩的，等下張必太家來收嘅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第先嚟分享到盧正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歡迎。還有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劉雪玲。歡迎。好，講到美麗呀島邊的臭橋，一定要講到它就是這個繁華嘅故鄉啦。啊，對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站，我這邊是表姐妹，分享到係綠桃姐老秀兄弟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今日哦，咱翠妹分享到係表姐妹哦，七姊妹佬反幫秋妹。歡迎。哇，西沙有認識嗎？西沙姊妹啊，全部有認識，全部姊妹。哇，所以黑講今日輸贏唔怕啦哈。嘿，那我們就直接頒發各1500咯。臭橋呀島邊大家都提供黑呀嘅飯瓜故鄉，有沒有家裡面有種飯瓜？有哦。馬上。啊，即刻就水頭姐，那個頭中有。呀個臭橋嘅飯瓜，不按有名係咪叫當到種色，有當到種甜的咩？超級當到片種。呀個臭橋呢，還有另外一個別稱，就是給它炭的故鄉。為什麼叫炭的故鄉？哦，嘅臭橋嘅竹炭啦，哈，有隻竹炭博物館啦。竹炭博物館嘅地方呢，就有用那個竹炭。以前安尼係咪有個小火炭啦，用個火炭去做，佢哋都有做那個沒有做吐司，哈，沒有做麵。竹炭昨天做吐司哦。那唐宮在竹炭博物館，但嘗試有10個東西耶，還有是不是像一些除臭的東西沒做的那種竹炭那一種？水利個。哦，瀝水沒做的。沒做瀝水。係沒有人拿來煮飯。哦，煮飯沒做的。煮飯沒做的。還有用途很多呢。廣東台大哦，全東雄哦，而家那個竹炭博物館一探究竟。真的，一個竹炭博物館呢，真係喺啊臭橋當有名嘅。不過呢，除了呀以外，可以還提出了你呀嘅做農場地都標滿嘅色彩，來你看啊。有可能民主節是係預言師哦。一定的。噔噔噔噔。哇！可是講到了這個飯瓜看起來是最普通的了。其實哦，都要臭橋島邊有那個超大的飯瓜，對不對？還有比賽，對不對？很多。今天請到係達人咯，比太講燒雞還有條發通啊，行家有條飯瓜，來分享到嘅係顧玉芝顧太公。顧太公你好。哇！哎，品種很多呢，來。好漂亮哦！這個怎麼回事啊？可以吃的嗎？哎，這個是造型南瓜。這個會去給哪批耶？這個為什麼？這個是青春期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這個是它的品種就是這樣。哦。啊，西葫蘆啊。好可愛喲！對呀，還有兩種色的耶。這是觀賞用的南瓜，所以就它。就是長得就是這樣，各個造型都不一樣。講一下，大家有講到一個飯瓜節已經開始誒，有請大家來聊嘅話，當年都哪叫誒？哦，我哋明年哈，大概就在5月中，就母親節過後哈，大概一直會延續到6月底左右。食用南瓜、造型南瓜、觀賞南瓜都有。
哎呦，你要片嘅饭挂去到这个南瓜节圈走得看得到。哎，看得到。最爱摆盘呐，千奇百怪的店主，你就最拿人用那哎。当然就有一系啊款，啊，你真的韩国美酒带落去嘛，个饭挂的料理本太加写啦。哦，跟南瓜黄金泡菜啊。哇，哎呀走得走泡菜哎，哦这是我们在地的那个青农有嘛哈？他从台北回来这里哈，来自己研发，他敢做吃这款非啊，洲的粥泡菜，是款批百款的哈。嗯，哎，是得到饭挂的梅西呢。嗯，饭瓜嗰種拌你係高麗菜呢，，高麗菜对对。对。然後地都很绵密。听说除了这个泡菜之外哦，还有走马卡龙的吗？嘿嘿，错。马卡龙也还有上映几好些嘞。王美王帅都会拿那个拍照。對啊對啊，而且其實吼，理事長呢，佢都會拆梯啊，不講係讓青年務農，非常係講沙奇里路嘅發展，佢都懂用心，嗯，真的是很用心。帶動在地的經濟循環。謝謝啦，謝謝。睇講喺來到粗橋特別嘅料嘅話，請理事長就抽嘅，哎音亞總編，這個認真臉就對了。哦，謝謝。家用嘅話呢，提出料理就會拿一個飯瓜來做挑戰咯。挑戰哦。然後是來進行比賽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呢個飯瓜呢，其實就會變化出料理非常的多，現場看到風趣帶來料理係乜嘅？劍沙飯瓜，哎呦，做劍沙哦！沒錯哎呦，劍沙飯瓜好食，不過最傳統嘅做法，今日咱隨我做嘅係飯瓜炒米粉。哦，這個飯瓜炒米粉，我必須說真的，我會想吃我哦。炒到綿綿唔簡單哦。對，故說今日呢，我們4位有實錄誒。好，睇起來有信心嗎？有。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今天呢，我們要 slow down。對，因為佢慢下來，他有感覺到那個 tempo 是跟我們平常不一樣。所以你跟他講，搶開時間。對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維持這種，不要緊張。今天時間不是問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多麼的優雅。係啊，哎，你要買個東西啊？一般跟你一陣品南火飯瓜哎，金沙飯瓜我超想吃的，我們要不要趁機來問一下，因為飯瓜到底這油溫要怎麼剖，才會剖到剛剛好那個天婦羅剛好薄薄的按鈕的狀態？你知道油溫怎麼控制嗎？要有開後就要減溫，有點高嘛，有有點高，因為讓它，你先給它熱鍋嘛，讓它將80度最大溫的狀況哦。好。我覺得秀香姐非常專心，對，我們冇辦法進入她世界。我決定來看一下水頭肌肉。俩吼，迄七家做的鹹咯咯。真假的？我必須說，他講你呢都是18般武藝的。我是鹹咯，很似架滷鹹咯，我是結咯，很似架叫結。我是做過呢，似架出海一步。所以客家人真的是18般武藝，這看這2位師傅就知道。客家人他勤儉持家啦。真的，你完全不像客家人。衝勢倒推要抬啊！怪你爸媽了。啊，先幫你做一下，等下長過來看一波。好，你們先忙。好。好。哦，同米粉的哦。啊，最重點的。對。啊，最香的我看到了，用菇哈，它就哦油蔥哈。油蔥。啊，油蔥係自家做的。沒有。沒有。沒有。好趕緊，就算是存到一些些的米粉都流起來，現場可以流起來哦。啊，所以你有不要全部有倒下去？不會，沒啦，啊，就妹姐，同個米粉嘅師姐有那個小撇步嗎？有這個很細的米粉啊，凍油啊，總得燙2條。我想脫水。這個炒米粉呢，俺說有一個關鍵，就是要拉油，對不對？嗯。這樣才能夠吸到那個湯汁啊。對。啊，飯瓜原本係硬硬嘅，做乜嘅做啲炒到綿綿咁樣。佢炒啊，伊做嘅預熱去做嘅麵啊。佢澱粉好夠，所以佢煮下伊做嘅軟體。軟體佢唔係長嘅乜嘅呀？
用風水挑幾時候木薯味哈。我两个熊料，哇，我是觉得可以直接搅翻色就好对了。，这个下重本哈。先来去看我那边好不好？好好，来，会用吗？会听台文吗？我已经有开，你手有试过了是不哎，是？有开过了，不是手不能哦，手虚的话就危险了。我会紧张。就會碌到对了。对，也不一定要用那么多啊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你想讲吼，做安豆吼，等一下做的剩一点点大专医生，可是我怕锅子会沾到哈，大互家会粘相粘。对对对。唔會啦，應該安尼唔會淹到啦。去切按台地。做嘛个上都会用金沙来做饭挂。清简单了，清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哦再难最的好吃的，看哪最好吃的看哪呢哈，因为对别的饭时间可能瓜人家一就定会多夹好几块。对，因为那个金沙，你看切的这么绵密，哎，可是这个不会做的人是没有办法吃的哦哎。呦，那还好我练会了。那我吃3盘。可以你自己炸。我们这起泡状态，简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400次咖啡一样。做得豆果了呀一，样，那可以豆嘞哦。那個最後好了，來，哎，你龙沙可以研磨恐龙哎。哎，先放了吧，等一下我听谁的？我年紀那麼大，80歲了沒有？看不出來， 80岁哦你。有80歲， 80歲啊！看不出來。我还以为你是工作人员呢。啊，有上。大火小火会差在哪里嘞？冇幾蚊蚊火頂啊，就係咯。大火會出火噻，會哦較辣，較細火就會有無按夾，嗯，無按夾酥。可是像師傅講講會足痛到油嘅，咪着到長到腰啦，一冇背咧，一병五六五排咧，兩排咧做啲50嘅。係啦係啊，哎，要用这个油吗？要热油吗？做得啦，借一点点，咸蛋黄的那个油要够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差唔多哎，等下可以吃2盤哈。還有拉姆，好，等一下，先不捏笑給他。等一下狗肉看你起泡哦。唔拉係嗰張一架。好。加油哦！婆都叉叉要高温哦。哦，來到差不多好嘞，夾夾來看。哦，按鏡哦。一定要炒到就你梅哦。都撒到這鍋來了。因為鳳動台。可以哈。哎呦，用隻薯哦，抱歉了，學到啦。啊。你們是不是煮好了啊？你們煮好了，我們現在要。我們的飯掛又綿綿哈。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要去救我那裡，換我們那邊好確認一下。有吃米線嘛？有病？哎，又起鍋哈。唔怕，今天咧冇緊張你。不要緊張，有我在。哦，有你在安呐。對，有這個起泡就對了。嘿嘿嘿，這樣而且你看看這個我的炸的樣子哈。勁風哦。等一下要留起來，那個留在那個盤子好了。等一下該金沙係拎上去，也係炒，用下炒。炒。哦。哎，我先給你服務好了，好哦。我們幫你倒，你吃得後嘛？還沒對，很呢。忙係，很忙啦，對，好大火都有。你全體火嘅。要注意 C 你有怎麼？剛剛我們秀香姐有去搓一下哈來，看一點地圖又熟了哦。哎呦，我們這起泡狀態，簡直就是現在最流行的400次咖啡一樣。真勁！但是客家人不用那麼累，是安甜。對，不用攪400次，差不多的哈。差唔多，可以了做得嚟。好，我先幫我們瀝油一下吧，倒過去，但是小心哦，不然我們要先拉低溫是嗎？不用高溫。來，捱來，喲，抱歉要學到了。慢來啊！因為請教來，你聽我慢因為你等慢來啊。下會設用盤，所以我讓他服務一下。好，差不多嘞。謝謝。葱子們，有沒有看到起泡之後，我們再把蛋白不要打散，我們要打成一對。好，就得倒過來啊。一樣，那可以一樣。倒嘞哦。那個最後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後來哎，你龍沙可以研磨恐龍哎。哎，先放了吧。等下我聽誰的？倒進去可以了。可以到了，它可以到了，我這個是最後一個。哇，黃色配黃色，哎呦。就跟你說是黃金。對，你看，飯掛係甜的，鹹軟的係鹹的，鹹甜甜的。嗯，好，漂亮等下準備要倒數了哦。好，天從我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
6、5、7、 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色康纳体育馆底度奈布卡 MBC 靠后色嘞。哦，两个反瓜那边发出的料理，说真的，2道菜都很吸引我。肚后又肚是摇哎呢。走吧，摸恐龙血款片先。吃我这一道。好伯谦，你要确定你会做才能吃哦。哎呦，刚刚讲一定会做，哎，之前没提你鬼，他们第1集就帮我办金沙，对，有赢哦，有吗？有哦，有是赢的，没有哦有哦，没有哦，我讲有就有哦。好像没有啊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懂咱们的反瓜又已经底度已经绵呢，对不对？底部很绵绵呢，刚刚也不会脆脆的，咸甜咸甜，而且我的反瓜冬甜，嗯，很好吃，我都忍不住要再吃一块。今天都好甜啊，那个，很好吃你们记吃后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跟我印象中的味道超越，更好吃。你是说跟你自己的比吗？好啦，了，剩下炒米粉。哎呦，马上做俺台盘哦，俺碰盘哦，对，嗯，这样吃就知道了。反瓜米粉，我追求的就是一种看不见反瓜的状态，哦就是它整个变成黄黄的，然后非常反瓜这样。俺这个米粉哦，哎，冻成冻粉呢，很 Q 很 Q。米粉哦，做咧炒到安样哦，看起来皱皱，不过食起来水水唔简单哦。虽然哦，俺这个饭馆唔系改做吼绵绵啊，不过俺这个系脆脆，食得到吼，记到甜甜的梅豉，有甜的味道，很好吃有甜啊，很香。香菇啊，虾米的系咸咸的，该饭馆系甜甜的，米粉的 QQ 的。米粉炒耳等后生，太厉害了！西跟妈妈。标离，今天真的是不用比赛了，直接颁给他们，2个都第1名好了，太厉害了。嗯，还是我们就这样，然后工作人员大家来自己来夹。对。好，竞总的时间都留，提前内先抢鲁师傅抢分数，明智的抉择。两下看一下刘师傅抢分数。哎呦，好，有冇难哟？你係講你係黃埔嘛，笨瓜係主角啊。然後米粉雖然炒到凍香，但是佢係唔個木用嘅比例可能係好多一點點，應該梅頭但係會出來。考題的問題啊。反瓜加跳色的呀嘛。有可能啊。迄個愛本機嘅分數咪係安尼樣睇哦，叫人皮頭飯館皮頭5拿度，下下多一些咧，叫米豉飯館米豉話說叫人全本客家米豉壓起咧。叫人冇飯館的米豉，你一陣整件係按照飯館的米，今日主題整件係飯館，就用飯館來做主題。好了，那我們換題目，換炒米粉好了。反瓜公正給炒米粉也好，也給金沙南瓜也好，都都好吃。等一下呢，我們繼續把它吃掉。可是呢，兩下時間要先搬盧師傅來上課啊，給你帶來嘛4個料理來搞大家嘞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給你盧師傅帶來係乜嘅料理咧？黃埔5埔盤餅，哎呦，好那種餅係哦，盤餅要。買個食材。要盤嘛，我嗌煮好嘅冷盤，然後你5埔木拉魚，黃埔嗌要生嘅黃埔，沒有熟嘅黃整埔，個誒。係還有麵粉，還有蔥花，還有蒜泥，還有卵，哦，嘿，好。等下來成攪用下，其實這個做蛋炒飯也可以哈。誒未做得啦，未做得，可以哦。誒，其實卵真來，哎，是不是有點像米漢堡？你不應食該種。嘿，差唔多，應該講誒。因為上次有聲音唔好是黃埔，又唔好是盤，然後我用樣放棄了，叫漸咯，等下漸好一啲啲，一早吼，其實係寫聲音的事啦。嗯。啊，請問師傅嘅布拉有炒過嗎？不是炒狗唔怕，因為炒狗會好香咪做得。但係咁相信你炒一些炒到要炒香啊，電腦已經變到硬麵粉，麵粉有加幾多嘅啊？甜甜的加，加到那種。不記要嘅扭樣嘅做咧。安尼就總得加水係嘛？水唔是加，等下係唔來，是因為講粉加上多，你就加水。啊，牛奶做得嗎？未做得加牛奶。一般那個簡單，但是係加啲的油，但是你要有加麵粉就變呢，好像是不是像人黏土係嘛？
渐饼，像渐饼一样的。去煎饼啦，煎一点一本地有点。那粘性的。我觉得这边是最难的地方，老给大三。我有时候最近在空背的时候，都是老要大三的，我就交给我的侄子。声音好有力的。对。豆腐哈是不是也有那种专门打的那种像打蛋机？有啊，搅拌器搅拌器。安用是不会好加了。像那种出活就交给张伯对，我在想说，要不要我们你先继续，然后我继续来走，然后我用痛洗，然用面锅，面锅还好放片啊。那其實面膜賣四好做咧，因為全部係天天加落去啊。哦，要搶鏡頭，搶鏡頭。唔怕，用痛洗我还好加。所以这些等一下就是加进去，然后渐渐安用时候嘞。唔怕，嗰啲東西穿天天加落去。不要講得很像很簡單一樣。哦。師傅是有他的小撇步的。蒜泥。蒜蓉。现在加牙嘎迄蒜泥啊。蒜泥。哦，按多翁婆哦。嘿哦，帮小朋友补钙质。补充钙质。喂，真嘅浓厚色嘞。然後係冰的時間，然後就脆果的哦。脆果的，啊冰的時間就過來輕輕的。哦，還要給它綿綿的。誒，綿綿然後哦。因為你啊幫補脆果又水啊，所以講你啊只可以是應該講，佢糖分呢又加好尿免怕，好唔是驚每一下子用水，因為你啊幫補攪攪，伊還會有水。好，睇下生誒，好，睇下個熟誒，是會有綿密的口感。好，像啊如果炒米粉咪做一冰啲啲個，哦有脆果誒，好你啊生誒是本來是斜斜。哦，要係冷飯哦，隔夜飯哦，吼。做唔得加甜豆係冇？我天天在加，我天天嚟加。其實咪做咧加米線麼哦？米線目前面沒做得啦，米粉前面沒做得啦。調味料又來，要什麼的？然胡椒粉。像了就加飯掛咧，唔是加那個湯係冇？唔是加湯咧。黑胡椒，嘿，叫佢加白胡椒。其實可能切個我買個米絲攏做得啦。哦，一啲啲香油，香油。廚師真的是很細心，給味料膜也不要負責，不能嗆到別人，他是蓋着這樣撒的。像這樣子不用到很糊吼。啊，又是做得煎出來的哦。係樣嘢做得咧，反正睇太細，因為講好難吃是貴下多下意思做得咧。我天哪，這一定很好吃。哎，這很有創意耶哈！啊，仲嘛佢會做了細片呢。細的看起來好醬啊，寫聲音就食啊。我看手妹姐個笑容是出來的哦。請問師傅哈，你個飯啊，你煮家係咪冇煮到這種面？嘿，是像你講的做了個炒盤的，冇是係講你個個，今日暗晡冇是睇盤啊，啊讓的是啲冰到變相獨立，依不依？那為什麼一定要用浪盤？浪啊，哎呀，是咧口感咪好好啊！因為講啲咪瘦瘦嘅盤下去啊，啲咪又軟啊又乜嘅，啲是會高起啊，會熟起去。你有辦法5個一次翻嗎？總得啦，對，這時候咧，每總得啦。哇！哇，好棒哦！上！做呢張機哈。唔知啊，唔知啊，龍家要讓業機來吼。我唔敢講哦。要有信心咯。加油！做呢張機麼？做得。我做得啦。哇！天哪！哇，抬價撲水。好漂亮！解鎖了。呀，廚師幫我。哎呀，對對對。你們的廚師就是明珠姐的嗎？嘿。那為什麼一定要用浪盤？浪啊，哎呀，是咧口感咪好好啊！因為講啲咪瘦瘦嘅盤下去啊，啲咪又軟啊又乜嘅，意思會高起啊，會熟起。你有辦法5個一次翻嗎？總得啦，對，這時候咧，每總得啦。哇！哇，好棒哦！這個不會太高。看起來像鬆餅呢。真的。咱個應講聲音個看起來是當上個雪。要懂台式哎吼，懂針對哎。哎，這聲音。
哎，你要雪个西这些我加买个酱吗？又加冇加成做的。其实可以，小朋友喜欢加番茄酱的话，错啊，或加吉酱啊。虽然呢唔吃番茄哈吼。是用你系忘记，所以讲用你是会写成音是啦。香鸡色啊。对，日用片哦，买个英容哈全油嘞。这个像什么布尔啊，买个菜啊全油嘞。其实咪系讲豆腐卡，是那个春的材料啊，准备，地部的东西啊，你看，个有嘛个是自家不用嘛个，某一天会不用嘛个，嘿。嘛个做的啦。饭油油吼。饭油油春的pan，看大几两只卵，不用滴粉呢，其实是做一件。本身也带早餐。早餐。对，做早餐。用到牛尾做的，很漂亮哎。这都嘟红呢。哎，是不是？如果走香美走的加蜂蜜啊？没做的啊，用煎饼样啊。不是加那个啊，面粉做的加个梧桐啊。梧桐。就是以前都会煎拌的，没会煎个梧桐拌。那也问他可以嗨哦。好嘞，哈。你今部的王铺布尔盘饼。阿娘就好食喽。简翻饼哦，那组做所以的，我们现在长知识，出题目一下。好，先考大家哈，你系客家鱼啊，成因呢大道台、冻挂、饭挂、吊道台，系乜嘅意思哈 ？A 系父母要以身作则 ，B 系玉不琢不成器。你可以春地哈。先猜选，还不能讲输派出代表，好来。你哋先排字幕接咯，係冇？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剪愛還傾哦。剪刀石頭布。你玩的是輸嘞。好，來，好了。是啊，要一拍嘛意思。那這。A 啊。當年做也常常錯啊。係啊，看現實。冬瓜飯我掉到台呢。我感覺係 B， 因為我看到，哈，你也相信伊啊？應該就選 A 了。好，倒帶答案係唔係 B？ 答案係 B。王鋪啊，因為已經調到台啊，因為你係王鋪啊，上伊來以後啊，一定會凍天凍好食啊。自從喺成因啲容到成因容樣因啊，凍眼結啊。原來係咁呢。好啦。差一些些我们就吃得到了。你刚才选 A 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开心？对。我怎么？那种个快要剪开那个须这糖都擦个像你。改天我们就来试做。好，吃起来很绵密。昨天咖喱其实给那个起司粉进去。你这是来有点像炖饭的感觉。对，像炖饭的感觉。绵绵密密的。更好食呢。对哦，变香啊！可以的，就都好食了。今天更好食。太港妹坐在周天司机前面了，好做看呐吼。好，唔该呢，等下色彩嚟过后，行喺提上睇清啊，加条前呢，逢区这度2盤咯。南區要加油咯！加油！金行最杯民意館的比賽，料理逢6點。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水係唔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第3關我來金行嘅就係料理逢6點。好，先來公布給你菜色係乜嘅？打開問題較快。三杯雞啦！哦，打開那個東西，地圖唔地係，嘛個食材啱。有可能係3杯啊。嘿，3杯，我們讓你們先選。反正你就會做出三杯雞的米絲，做錯嘅。好。妞你要得先選。我們剛才得過2分了嘛？好，好，一定會先得啊。哦，做得。好，秋末接來。先紅色的呢。好，那打開。我幫你開。2、2、3。
饭呢。那个小强子来，帮你来出，来，三杯铁壶，按用开，按用开，来让开。好， 1、2、3。哎呦，皮蛋，是皮蛋，对，皮蛋呢？也好吃，也好做。 3杯皮蛋超好吃的咸火锅，好，对，才会定型。超好吃，放心，这个我 OK。做呢張機吼，唔知啊，唔知啊，用介有張機依然吼，我唔敢講哦。要有信心咯。好啦，加油，做呢加油，張機麼？做得，做得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家開始家。 黑兔有準備好食法，等下設計來啲料理台來來吃看下大家的身手如何，誰來進行比賽？好，講到一個閃避呢，哎，這挑戰下料理的功力了。不要忘記，大家有廚師天數啊，60秒哈。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嗎？有。哦，有。準備好食法，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。誒，我家下討論出了個結果係講，批卵本身就在寫上誒。 因為我概念一定會熟，所以兩邊的時間，我們剛剛就想啊，時間唔難怎麼辦？尤其是一開始冇得到分數，哎呦！我這身為隊長，我太緊張了。看一下我好，這個哈，不是水，不是跳棍，就想不要容易撒比哈。哦，6過一下。為什麼要撒一下？因為大家切的時候，哦，會比較定型，它完整。哦，都在這做我們的強門師傅哦，我們的師天數啊。哦，我講搶師傅天數係嘛？因為溶的哈，因為溶的嗎？待會那個哈，哎，大小甜椒要切的跟我們待會切個皮蛋 Q 用太 S 哦。哦，你們皮蛋怎麼切1/4。好，哎，這個不用滾水，對不對？哎，老師跟你說，剛剛呢，韓論我們是七嘎州哎，該不會你娘夫卡沒有做皮蛋吧？冇，哦，想說嘿，你七嘎帶了哎。做得快點呢？唔曉得。看起來應該要全副嘅食材全會用到哦。辣用住吼，不是用這種。那這個要撒幾球？一下就好了吧？我覺得做得嚟咧。我不知道，哎，總得問。做得了吧？幾兩三，你唔幾兩三？做得嘛？唔該呀。改一下，改一下，好。像這種就不用加什麼鹽巴哈。菇蛋哦，哈，唔是好。我把呢個油本先講下來哈，好，油本係先講下來。先看一下咱水哦。好，來。但係冇講啊。哦，那個感覺就先滷過哦，哈。啊。有先醃過哈。醃過，先醃過。這不要太多了哈。對，不是調到你看你自家時候嘞。我們剛剛有用什麼來滷？昨天老太家小概就係嗎？最大碗哦。頭腰。嗯。頭腰個最大碗哈，麵粉。哦，頭腰到麵粉。我以為要是楓糖就加什麼？胡椒粉有嗎？沒有。胡椒粉先切很夠。佢家係胡椒粉硬多。啊。他趕你嘛？他唔會啦。馬腰仲得調過粉嗬。嗯。冇時會糊糊哦。會糊糊。閃避啊嘅料理都不可以有夾住嗎？看得出來哈，看得出哈。可是，在客家，我年紀那麼大，80歲了沒有？看不出來，有80歲哦。有80歲？80歲啊，看不出來。我還以為你是工作人員呢。那頭上。呀，看起來差不多到50歲。哎呦，我是第一名，我才請你哈。哦。哎，有做過閃避的料理嗎？沒有，沒有哦。我看你很有信心哦。不要忘記有壓給哦，給那個老闆叫來到英講三杯的經典是在於那個1比1，馬椒、頭椒、撈乜嘅，我想一下。我唔記得咧，馬椒、頭椒加乜嘅，還有乜嘅椒係1比1，你係最經典嘅，它加3杯。先確定一下，你的遊戲要壓下用到壓嗎？有，等一下我，讓他用嗎？黑公忙用到，我們就先過去了。等一下跟用唔會調爐哦，半熟。花生什麼樹？哎呦，你留下什麼改？怎麼了？後面有什麼火糕哎？咩？慘案？不會，怎麼切？用按鈕切做得啦，按切做得啦。做得咯，係哦。做得。講少係麼？咩？冇講清楚。唔怕。哦。把握時間，好，分，好，然後我這皮蛋控的面不是都按到，好來，要跟我的天數前分嘅，
倒啊落去就好嘞啊。鬼下胶哦，倒落去搅搅就好嘞啊。没啦。哦，这个属于这拍架。温土就老。稳土，那吃豆懂。黑妹公软风哦，就是先往下放，它这样比较快定型。哦，其实你用它紧紧不是 sell 你啊，你这个就算摸手吼是动好学的。对哦，等一下该叫我破狗吗？不是，我也学到一个秘密武器。油倒落去。啊，对，要另外跑过就后尾吧。这边我身为队长，我来帮你们一下。好，好，啊，你用它等一下嘛，该需要的用该拍了，厨师帮我。哦，声音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一只手可以吗？哇，哦，平均哦。好，天哪！哇，抬价扑虚。厉害厉害，解锁了，谢谢谢谢。厨师帮我。哎呀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你们的厨师就是民主街的吗？来，走在杠，哎，小队长，确定不会害人吗？确定，我们做的真的非常嫩。你太早下9层塔了。唔会，十個字啲啲嘅。你喊我不要跳，跳啊牙摸他今天很在意，把T100分都还讲为景象，这两天张伯谦长出了。天哪！哇，抬價撲輸。厉害厉害，解锁了，谢谢。厨师帮我。哎呀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你们的厨师就是民主街的吗？身为一个队长啊，要先讲一下，我建议先飙一下，因为60秒很快就过气了。哦，你要不要先飙用一下？还是先让你们飙？那我们先过去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进行60秒，先不要动作。好，等一下师傅狗嘞。你要吗？看有没有咸啊？好，等一下，因为3杯的味道最重要。等一下哦，俺就是听他讲哦，厨师天数矮。厨师他们还没有做的。好，你会写玛莎，你会写玛印。看嘛，啥时候做的？哦，自愿的，是不是？走的，开了，好，开了。哦，味道很重要。用它摸熟哦。味道，我们一定要试味道。有米酒表吗？米酒我们米酒你真来了。因为日本哦，豆腐卡从来不靠煮该散布盖实际很容易盖鼻妞啊，所以用这个鸡胸肉盖鼻妞，就是可能会。你比较有钱呐。哎，偷的吗？哎，等下你偷的。你有靠口味啦。哎，偷的啊，葱拍啊，不葱芒切的。哎呦，来表演10秒切葱。用啲葱拍，我给煸煸。3秒听听哦。三位香了哈。厉害哦。3位香。痛须先问师傅，等下会7款米团。从那一面。太忙了，你先7款。摸东西好吃咧啊！干油。要摸熟啦。米頭嗰啲唔拿係加。加頭椒。係。好。俺走在杠，俺小队长。小队长。可是。好，我是。你确定不会害人吗？确定。切菜用到去的。起先他加落去。用到去。7点菜，还你有加酱油，你加7点菜。有咸呐。对，因为。你会害到他们吗？唔會。香蕉，唔是，就加麻椒咧。要先麻呀，这样的。做咩嘛？唔辣甜咩？唔辣甜嘛？辣酱也变汤。那有糖还快。放我今天糖还是什么？成败在于你哦。那个白砂糖。等下插。有砂糖吗？有。砂糖比较快呀。可是冰糖的颜色比较好看哦。好。那T100分都还讲为景象，这两天张伯谦长出了。我们做的真的非常嫩。你太早下9层塔了。唔会，因为9层塔一定要跟那个鸡肉入味。基本上它下去就入味了。还要吗？好，先不你炒。交半幾啊？等一下差唔多交做什麼？盛盤啊。可以嗎？可以了，那这样可以了。哦，很有含重的。小队长很先不要等了，唔係標麻油，標麻油。做對啦。十個字啲嘅頭椒。你喊我不要跳啊牙摸跳。他今天很在意。差不多。好。我们这边有战略的，刚刚呢，我们先稍微修正一下。好。用班呢，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桌面的清洁非常重要。你会呀，对不对？让他呢，先标啊，过后，我等下厨师张来，我拜託
我觉得可以了。你要呛玛莎，像刘师傅，刘师傅，像厨师摊送啊。哦，好呀好呀，好，技师开始。这个传统的冰一滴滴容易变臭，哦因为金色，色木我较金。这样懂了。嗯，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冰糖的时间上去了。啊，对，刚刚没算到，摸蒜头了。酸头，嘿，过酸头，过酸头先来，酸头。好的，不要掉几没搞秒钟了，蒜头给虚点不要掉几秒钟哎。剩什么？ 30秒，赶快，也把摸嘞哦。太残忍了。冲来哈！全部都别落去，唔怕太香啦。快点，好，这就是厨师再来唔哦。煮冰咧，多冰咧，滴咧米酒，咸冰挑油张冰米酒。那叫冰，你啊，等下都倒落去。那叫咸冰，呀，等下你炒又香了。倒数了哦。啊4、3、2、1，起点倒。要加几多诶？该，好，时间倒，先哔哔哔哔哔再一点米酒，再勾一些。好来，啊，你去到香哦。先一搅。有批到脚。那辣椒后谁喽 ？OK， 放心了。好，坐对嘞，时间差不多嘞吼。先从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来吃看下最杯面一罐，哪部卡张黑人你的台中铺嘞？最杯面一罐咯，虽然讲有3比2的主食材无 Q 哟，可是呢，大家都有同精彩表现。先来吃看下3比皮蛋。好，来，要破够喽！我们的青椒把这我们黑冻好食的哦。看个皮是冻好食嘅感觉呢。看你炸了看。每只皮蛋都有温度有嘅3比嘅醬料誒，要滿意嗎？有，好食。好食吼！兩個太子這種你有表現用版。他們很期待自己的3杯雞。皮蛋會拿來做3比，其實也是有人這樣做的哦。重點還是3杯的調味。對，來吃看呐，淡脆嘅部分。睇到個3杯雞哦，很貼心，因為哦姜個絲件袂辣，所以切得凍細地。用絲件哦，長袂又辣吼。對，不容易哦。睇個夾食看，了係蓋布妞哦，咩蓋鼻妞啊？不過炒到像個蓋鼻妞安樣軟哦。用布妞炒到像蓋鼻妞啊。你懂好食又懂慢燉哦。又鹹又辣，因為它就裹個粉吼，所以還有一點點黏黏的感覺，凍好食。唔會多啊。把那個雞肉的鮮度還有它母先爆了皮，也不會倒。好吃啊！好吃。去陽記吃到嘞？好吃。都幫懂。懂茶吧？鹹鹹甜甜嘅嘟嘟河哈。嘟河。對，煙又懂燉，讓人家皮膚 Q 用安燉。讚。謝謝你。好，廿個3比料理呢，就可以下基本嘢嘅表現很用版。先來請盧師傅搶分數。快打！哦，又這個分數，哦，我坐低咯，你一下看一下劉師傅搶分數。有冇安樣？搶一下劉師傅講看。天早去了手刀的咧香布肉啊，香布肉處理了意河啊，炒伊了有麻油的咧香梅啊，熱梅頭，應該都是正菜都少一啲啲咧麻油的咧香梅啊，應該個咧香梅的部分就差咗一啲啲啦，因為凍好食。其實我認為起來哈，主要一點點的浮米，有一點點苦味的啦，一點點而已，不是很沒凍重的浮米啦。兩片呢做了凍清淡的3杯，叫人有米是哦，過有一點點浮米，一點點個酒瓶調倒的用的浮米啊，兩片就做了凍清淡，兩喙就凍味啦。有啊，一點點有啦。兩喙就凍味，比賽本來就有素養啊，有財富啦，有財富，唔怕。應唔應該獎品請進安河？東河啊，等一下換他們兩個羨慕你們。好啦，今日的料理挑戰呢，講真嘅呢，家常料理之外，還講就是要
表现出国家嘅美性。大家都表现到非常的好，唔讲你比赛仲係有第1名，留第2名。今日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的假菜券，恭喜！謝謝。恭喜恭喜！还有很好，你记得小安台哦，现在换你们笑了，来，不秀哦，你也太精钻，刀具组贵族哦，该贵族哦，全手不一两张。哎呦，笑到安放你哦，你看他们2个笑得多尴尬。不然哦，你都会是冻火用哦。我第一好味啊！恭喜恭喜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先來睇下水頭記，你要參加心得老太分享一下。禮拜當歡喜來參加，你一家之主哈，我有學到一套料理咧，嘅盧師傅嘅嘅很多簡飯餅，簡飯餅，所以呢，我做嚟簡飯啊，順嚟食，啊，順嚟呢清簡食，嚇，所以吼我就我他3萬個帶話用心帶回來，好哈，兩套料理當好，好當感謝。恭喜！水頭記要來參加心得。講起來，人生是過得一般較假啊！但是我感覺我也係非常非常嘅叫安尼歡喜，因為我當時參加安尼節目，當健身呀，可以個當公嘅，我真嘅唔是做過，我都也感謝本來有安尼機會，後來到也特別，真嘅非常非常嘅感謝，也非常非常嘅謝謝。含義咧，已經咁歡喜咧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聊下玩聊下哈，你是让世界姨妹节的哈50几岁的姨妹姐来跟大家讲一下。50、80的。那大家讲一下今年参加的心得係嘛解？真的，我很满意。从来吃到80岁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来主持的，啊，我心里很高兴。要我来的时候，心里说，要怎样煮这个？哦，来这里，大家就会教，大家就和和气气最好。哦，姨妹姐果然是生意人，对，和气生财嘛。对呀。恭喜恭喜！好，聊下玩聊下吼，大姐老大家講一下，你今年有參加比賽嘅感想係嘛解？不好意思，除了輸人家。不會，我第一次來參加的。哦，我以為我們大姐說我們是第一次輸啦，我們是第一次輸啦，沒有輸啊，第2名而已。第二名沒做對了哈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名數都沒關係啊，給我參就好了啦。好，恭喜恭喜。最近哦，做菜嘅事情呢，就要歡歡喜喜，咁樣呢就會有歡喜嘅心情加入到菜色當中，呢係最主要嘅。嘟好，睇自家叫咩嚟做料理嚟比賽，全部都當歡喜，也覺得輕歡喜嘅事情。係啊，遇到師姐咯吼，數年係真正當重點嘅事情啦。我假設你好多東西，哇，那就是值得票價了。所以鼓勵大家哦，家家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就培養睇自家跳下來，要特別到鬧熱，等你而來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